来，我来。好，嗯，来开好，始。啊，就开始吼。好，你想看戏剧就爱补偿，啊毋免补偿啊毋免。好，戏剧实在是毋金呐，金，哦，哎，就爱对对对，合顿嘴要嘿，合起来，嘿，金，但是若安尼，要顾是比金搁再较贵气。嘿，咱兄弟姊妹的中间，毋知是因为怎样，敢若会晓贵重钱银甲性命，也看戏剧亲像图，迄互人真济。好，即段短短你感觉来读一遍。好，你想看戏剧就爱保守啊，毋免戏剧实在是黄金，若安尼，抑阁是比黄金搁再较贵气。咱兄弟姊妹的中间，毋知是因为怎样，简单会晓贵重钱银甲性命，也看戏剧亲像图，迄号人真济。一好，般即个继续吼。简单嘿，吼，因为简单嘿，刻伫个即个一句内底，拢会读做简单，以后简拢会单。拢会变调。哦，因为后壁有接续讲嘿嘿，吼，我毋知简单。我较早讲话是嘿，拢是安尼，嘿，可能阮是较关系，爱要讲所以讲，简单啦，我讲哦，简单简单，简单，好，嘿，嘿啊，所以讲拄则拢变我应音去啊。该爱变调遮嗯，较顺吼，简单会晓。所以嘿，讲两个拢卡第七条，简单嗯，会晓，嘿，简单会晓贵重，简单会晓。会晓咧，会晓，敢若变调，也是读分调。敢若会晓，会毋是晓贵重，毋是讲也是敢若会晓啊。会晓，哦对，会晓做啥物代志。音调毋对啦，这应该是啊，对对对，会晓，声嘛吼，嘿啊，本调敢若应该是会晓，会晓。我是讲迄个晓，敢若因为后壁有接一个动作，敢若变调。诶，敢若会晓做啥物代志，也是会敢若会，晓做啥物代志，我会变啦，变调哦。所以我会讲会晓贵重诶，钱银。敢若会好，晓贵重钱银，嘿，因为会晓有你钱银敢若会晓，转去啊，敢若变，哎呀，感觉变调较顺吼，会因晓贵。为一定是后壁有一个啥物件，因为你敢若讲敢若会晓就转去啊，嘿是，好，后壁决定物件，简单会晓贵重钱银，安尼。嘿，好，了解。嗯，好，咁么好，继续，继续读后一段吼，嘿，请认真想看。贵毋是究竟，究竟钱银甲性命，都拢是戏剧来互伊请的。简单会晓重钱，爱性命，袂晓保赎戏剧，这是无各样食瓜子，袂晓顾树丛。了解，bless you 嘿，呃，中中奖中状元，煞无看见家己的先生。了解。我伫遮要举几层，举几层来做证据。请大家做伙斟酌看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好，遍？请认真想看，究竟钱银甲性命，都拢是戏剧，拢是戏剧来互伊请的。简单会晓重钱爱性命，袂晓保守戏剧，这是无各样。食果子，袂晓顾树丛。中状元煞无看见家己的先生。我伫遮要举几层来
做证据，请大家做伙斟酌看。好，继续后一段吼，逐日对街路过，等者，逐日对街路过，不时都有看见咱的伯伯是，等者，伯伯是真正敖讲价哦，了解了解意思。好，伯伯是真正敖讲价，卖的人，感觉感觉读轻声较对，卖也是本调，卖的人本条卖本调吼，卖的人知影买的人的确会出价，伊就将价钱讲互伊碰买，也是碰买，敢若碰买吼，碰卖碰卖碰买。嘿，碰卖，所以第头一个碰先变卖调，爱变调，嘿，碰卖，嘿，好，第一个哦，但是早一个即个词毋捌听过。你猜啊，会使约会出来，伊个讲的是啥物意思？嗯碰卖、碰风，甲碰风敢有相像，差不多。毋知哩系啊，碰风，碰风是有讲碰风是，等下是系啊，嘛是无共的意思吼，碰卖来看嘛，碰卖哦，有碰卖。比实际或者是有定的数量较较侪悬数字，较济，嘿，规碰卖了碰卖。嗯 OK，这含碰风无共啊，无啊，毋解过用法无拢有迄个共。碰的迄个，碰卖是讲你掠较量较大，量较侪。嘿，啊，碰风是臭弹啦，碰风是臭大，是对，臭大，碰风其实是有迄个嗯诶嗯，较负面的意思伫内哦，底。是，好，啊，碰卖就无碰，啦。嘿，着碰起来迄个意思，碰起来，好，我记一个哦，好，继续吼，有互伊碰卖，故在伊起出，买的人还袂看物件的好歹，开喙就嫌较贵。长山客对半世，长山客了解迄个对半世是啥物意思？对半了解啊，对半世我来查一个。毋知，好，长我咧想山客差不多是对对半世。折的意思。哦，哈哈哈，好，毋知啦，世你这哦，有可能咯，系啊，对半世，毋知。伊有可能是即个讲话嘿，讲嘿，话的意思。哦，好，对半。哎呀，对半就是迄个对半啊，对半世。哦，就是讲话爱讲话爱定定一半，所以讲迄个世应该是讲话的意思吼。我咧摇啦，啊，因为看起来我是就上有可能的，就是迄个意思。对啊，哦，伊就是伊讲的话，好，为后壁看好啊，看迄个世，咱摇的敢是？长山客对半嘿，世，长山客对半世，嘿，讲起着长山客，你着爱嘿，就爱对半安尼，减一半啦，嘿，减一着爱半是，减一半，嘿，嘿，好，就先甲伊出一个，互伊小哦，这一般衫小
嘿，沙的这甲背起来啦吼，就是你若看管音就是安尼读。嘿啊，小，所以讲伊遮就是咱惯时感毋是，就是迄个应该毋是轻声，就一个人一个海份尔吼。我记得之前看到迄个沙连字的即个写法，这应该毋是轻声啦，小，一般是安尼读啦。嘿啊，小，嘿啊。比如讲，假音的，比如讲，比如讲，真俗，嘿啊，俗嘛吼，俗，嘿啊，真俗，嘿，俗，无即个俗啦吼，比如讲，我找一个无共音的吼，青红乌白，那那无迄个入声假音的，我即嘛一时仔想下，譬如讲白假音，嘿，白色白，嘿。白色的白是管音吗？伊个白哦，对吼，应该有关调。嘿，对吼，俗，小，嘿，啊，那是轻声，真俗，嘿，轻声是读做细，比如讲安尼。细，嘿。我即嘛，我当找一下。嘿，我之前是有找着迄个三连音的一个规则，发音的规则，嘿，就是毋过就是爱背起来。我看觅，我看我真查记诶。者好啦，因为我规则我是袂晓，但是我会晓讲，袂晓讲规则。嘿啊，就感觉就是无共的音的迄个三连的音，就是伊有无共的变化，就若是爱拢记起来，就是爱开一寡时间去熟悉，才有法度。直接查者好。即我都讲半点钟。系啊。可能。无看。找。OK，三连音变调，三连音下词第一音节，二三四声但规则变调，其他无共。我看下什么意思 ？OK，第一声清哦，清。第二声稳，伊是读做稳哦。稳。哦，我袂记啊。这是兴，这我就知，兴哦。嘿，是。所以拢无共的这。嘿啊，拢无共，我着即个进前着我着有看着你迄个，你找着即款的，就是无共所在，无共的所在，毋过规则拢是讨论即个规则的，我就感觉就第四声变第四声变调是湿，嘿是，爸，嘿是，背这是我拄则讲的假声，湿，嘿，对，湿，寒，寒，静，
正正这是差正，不多啦吼。啊，第8声变第5声。嗯，拄则讲，拄则迄啥？咱读的啥？啥袂记？迄个俗，真俗，俗，爱是俗，滴滴滴。是，我拢无几千话，所以嘿啊，就是种有高的变化，高的变调的方式，嘿啊，你以后背高起来啊，嘿才有因为我气的，嘿啊。自细汉，然后讲啥拢连背，伊使我就惯势啊，你嘿我拢惯势啊，直已经接惯势啊，背啊就讲免去记，就是自然就会晓，就嘿，所以你讲你自到这，然就记伫大脑内底。对嘿，，OK，好，啊，拢无法度，我嘛不哈晓，哈哈哈哈，就是对啊，我就是知影讲安就是怎念，看到一个就记一个安尼。俗吼，OK，嘿，好，小哦，继续吼，嘿，伊只诶，伊互伊小也食也食那看咪那啥物那喙桥，嘿，迄个喙桥，水桥就喙是就是嗯水桥就是怎么讲嗯，拿捏啦，嘛毋是拿捏，了解，嘿拿嘿，水桥拿调嘿，整啦，吼，安尼，喙桥迄个介绍，嘿，敢是嘿，那嘿，喙桥，嘿。好，不是了解哦，记住。哪里哈，是调整的，算你勾血，对，你讲是了解，嘿，安尼就了嘿，解，好，嘿，OK，你讲是诶，安尼，嘿，好，这段你敢捌来来读，读一遍？逐日对街路过，不时嗯就有看见咱伫买卖是真正够讲价，嗯买的人知影买的人的确嗯会出价，伊就嗯将价钱讲互伊碰买，故在伊去出，嗯买的人还袂看物件会好歹，嗯开喙就开喙就嫌较贵，嗯，长山客对半说。就先甲伊出一个，互伊俗，也嗯，也则拿看也则拿看咪拿喙桥，是，好，继续吼，一段，嘿，大家想真看，大家想真看，所吹着的迄价价吹着甲价卡是啥物？我嘛毋知，我想看嘛，喙呵，的价骹前差有偌济？嘿，吹石的价骹真差有偌济？好，来找看觅好啦。嘿，吹石，诶，找无？我找台语，吹石，诶，嗯，你敢会是type 抑是腔口差？第二点有找着吹石，伊讲是哦嘛是就是拄则迄个吹桥的迄个意思，哦，应该是喙切啦，吹石吼。好，我来记一个。伊嘛有敲切的意思，系啊，超笑的，我嘿，就讲即个甲头前讲的迄个较斗会起来。嘿，好，吹笑的价卡，迄个价卡来十看觅。感觉甲价钱的价有关系吼。嘿，价卡哦，有即、个价卡是迄个有即、个词呢，价卡就是
架骹就对啊，是介绍诶插架啦，插页，插嘿，页，嘿，介绍诶插页，哇，原来有即个意思，即个讲法。就是架好，骹，架骹插价落去，骹，趁架价骹，骹，架骹趁价骹， ，OK，嘿啊，价骹好，就是所嘿， difference 嘿是，哦，嗯嗯，好，所吹着诶价骹争差有偌济，这是快知影，快知影。总是为着安尼所了诶时刻，虽然是5分、10分、5分、10分诶记，嘿，会久，会久哦，对对对对，迄个 U，迄个是 U 啊，会久5分、10分诶久，即个所在，迄个5分爱读本调，也是爱变调5分、10分，我会变读本调吼。调啦，我会会变调变调，5分吼，较学5分、10分的久，安5分、尼10分，5分、10分、好，5分、十虽然分，是5分、10分的久，为什么嗯会变调？你知道？连做伙吼，因为甲5分甲10分是共嗯意思，就是讲，嘿即个敢若你什么 etc，嘿嘿，就是列嘿举啦吼。嘿是，啊，所以你只要后壁读本条，大约前面头前你讲啥拢知影，我拢了解意思，就是听得好出来，所以你变调应该好无差。我想看觅，好了解，有啥物例吼？比如讲，我上爱食的物有我上爱食的物有呃有肉，我看觅，嗯诶5分、10分会久。嗯反正我即马是写想袂出啥物例啦吼，快啲，我感觉我会安尼读啦吼。了解意思，当嗯然你读5分、10分会久嘛是会使啦，因为长期绝对是知影意思。嘿是，无长嘿啊，毋过较无长，自然的讲法是爱变调安尼，好嘿，5分、10分的嘿，5分、10分的久，嗯。好，虽然是5分、10分的久，即五分五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的价钱，实在是恶地算。即5分钟久，就是了起8个人5分的性命，5分的性命。嘿，安尼才对。对，好5分的性命，为着几针啊，为着几针骨角的讲价，甘愿切了5分、10分的货收，迄个切了，我来查看觅切了，会使约是应该是还花费迄个时间的意思。哈，毋过切了，毋捌听过即个词。切，差无？啊，查迄个切过一字，切，嘿，哦，即个切敢是头前迄个吹切的迄个切，调整，就是讲价的negotiate的意思。切，毋知呢，我毋知你个切了啥物意思。系啊，哇，我根本就知无。切了，嗯，毋知意思啊，毋知要安怎，都毋知。系啊，就是若是迄个吹切过一字，伊有一个解说，就是讲是调整代志，讲是叫公卿来切，迄个意思。就讲
甲头前出现的迄个喙切较相像。切就是有调整的意思。调整，系啊，系啊，对就是你拄则讲的，拄则嘿讲的迄个 negotiate。嘿，嗯，好，好，所以讲好，切了，好，甘愿切了5分钟、10分钟的火烧，老实无比。伊即只即个切字吼，我咧用毋知是毋是即字切，伊即个切，我看无嘛吼。切，切，嗯，无诶迄个意思。诶，系啊，看迄个甘字顶收足侪迄个切即个音的字，但是看起来袂歹。但是无接近的意思，我看系啊，切因为我感觉伊是嘿即个字的意思，嘿切哦，嘿。切但是我决无断看到即切个切，字，无看到迄个嗯迄个发音，拢是切嗯尔无切，嗯无嘛吼，无即个切的，嗯，系啊，所以嗯敢会当看一个迄个黄老师嗯，咱怎我回说看卖吼，即个字，为来看着因，几针几角的讲价，甘愿切了我10静静分的找着火迄篇烧，的，嗯，系啊，来找看卖静静找着迄篇网链嘿，连接伫遮找着啊，我来看卖敢有讲着，诶，嘿，我无讲着遮看敢有别篇。49回，来看卖49，即个天较牙数，粉红洞，应该是歹势哦，我找一个吼，不要紧不要紧，迄个潘老师的迄个名册诶，迄个嘿，讨论的文，我等一下，我甲迄个先甲迄个找着的，甲你分享迄个链接。好，我拄则带迄个链接我看是下，49回，毋过49回还未讨论，无讨论到咱即马读的所在范围。啊哈，我来看第50回，敢有50？哦，有讲着50回，有讲着，讲着早早起，毋像，无呢，伊伫我甲迄个50回搭互你看。啊哈，毋过50回有讲着咱咧读的即个范围，毋过无讲着嘛无迄个讲切切即个了这个，切即个字，无彩。无这是搁较早进前啊，我有讲着迄个中状元无看见先生迄句话啊，
哦，看中迄个，爱看敢有第50回，看敢有51回，敢有讲着51。有咧，有，我你讲的是对的，应该51回才有讲着碰马，长沙客对半世。哦，有，迄个51回就有出现迄个超笑。你看我拄则打互你第3个网链连接51回。好来，对半世，开始是岁哦。对，嘿，伊嘛是讲迄个超喙舌，应该是可能是喙舌错瓣，所以讲错瓣就是精彩的艺术顶搭。毋过伊就无错瓣就是迄个太薄啊。太薄哦，对了，错瓣太薄，袂歹诶，爱学起来错瓣。毋过迄个伊就无，伊后壁迄个喙是来回参详笑是笑，高一字笑，减少减低迄个意思。就是你讲到有啥毋知？啊，就是拄则迄个潘老师诶，迄个错版诶后一撮，系啊。喙是来回参详，切是减少减倒，加骹差额。伊无讲应该就是喙了，切了，歹势，切了。切应该就是切高一字，后壁一个了就是了后，什么了？迄个意思。切了，切是减少就对啦。切了就是减少的意思。伊安尼讲的主切。切高一字就有你讲的你故事的伊个迄个意思嘛。切就是讲话了后，喙切了后。所以你讲的这个切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切高一字，切就是减少嘛。毋是我的理解是切，就是有减少，毋过切嘛有迄个切，就是喙切，就是你故事的。了就是做了，做啥物代志了后，所以切了就是 after negotiating。无，毋是，这遮即句的意思毋是安尼。你看吼，伫倒位啊？OK，伫遮吼，为着几尖几角的讲价，甘愿啥物？甘愿啥物5分10分的惠收，意思啥物？就是你甘愿为着这钱去减少你的惠收。有无？伊的意思是安尼吼，就是你甘愿为着趁着这5角银10仙钱，你去了解，你去减倒你本身这样的保守，这样宝贵这个货息。了解啊，有，你若是找迄个切高一字嘛，有缩要怎讲？缩短，就是你看伊51回高一字，讲这个切字就是减少的意思啦，吼。系啊，但里顶的例句嘛有讲着做歹切会收，即个例句。是伫切字就对啦。切高一字的代理店的例句，大概。HEK 吼。最歹切会收吼，就是即个意思，切较倒咧，才入袂落。所以即个切字吼，我拄则当做是迄个 cut 吼，
你嘛是差不多。迄个意思啦，吼，有迄个意思，但系啊，是毋有迄个接是字啦，吻，吼，嘿，都无共字啊，两字拢是迄个意思，切甲系啊， cut，甲即个切，是，拢是迄个 cut 的意思，吼。系啊，拢 shorten 嘿，嘿系啊，袂歹。 ，OK，系啊，所以讲伫遮就是政府下即个意思，切掉5分钟、10对对对对，分钟的应该是。收。我去迄个，互我嘿嘿几秒钟，我去开一下洗发嘿机。嘿，哦，好。好，咱继续。好，继续拄好你转来，敢若来读即段，哦，即好好段我拄则读线，好，嘿，大家想真看，所推测的价卡争差有偌济，这是快知影。总是为着安尼所了的时刻，虽然是5分10分的久，即5分钟的价钱实在是恶得算。即5分钟久，就是了去买的人5分的性命，为着几尖几角的讲价，甘愿切了5分10分的货收，老实无比这较戆的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好，好，搁有4分钟，好，好，继续。即款的买米，即款的买米对倒路有通俗，即款的买米怎样有通趁？现金减菜有通加重几角银？迄个加重是啥物意思？加重几角银？加就是加出来了吼，重嘿，就是重加就是高，重就是长，拢是哦，嘿，了解。嘿，所以讲加长即个意思，加重。嘿，对。哦，好，加重。我来记一个嘿，加重。哦，好，了解。当台语你讲有较嘿，有较，extra 有较是，有加较 出来物件 extra，的嘿，是量，有加时会出来的量，重迄字，会用重迄重。字，嘿，哦，较重，了对，解。嘿，嗯，好，加重几角银，嘿，比如讲总你甲是有时间量较长的，介绍你甲时嘿间量较长的，还是讲量较你介绍重的，量较长的，较袂嘿，到时阵无够安尼哦，伊去用即个好，重的，重，好，有通加重几角银，总是啊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已经切了几几分的性命。嘿，切了，即个了，即个所在后壁有加数数，敢若变调，就是切了几爱分的性命，吼，嘿，了爱变调好，切了几分的性命，嗯，嘿，为着写笑写笑，为着写笑，写笑吼，嘿，为着写笑的钱银，迄个写笑，叫会着意思，毋过来查一个写哦，笑，写笑，你敢是文音嘅讲法？哦，文音写笑，嘿，一丝啦，小夸，嘿，小夸着较思想啊。好，为着写笑的钱银，轻轻放
几分的生命，好，写小的钱银，几分的生命，迄个对照吼。对，为着写小的钱银，轻放几分的生命，即款的生命袂袂免，对者，即款的生命袂免伤过俗，嘿，袂免伤过俗。嘿，也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，哦，未免太过便宜了，哦，所以讲袂免哦，所以讲袂免爱连做伙，袂嘿，免好，而且爱变袂免调，未免嘿啊，因为后壁有接哦物，哦，袂免伤过俗，嘿，好，了解意思啊，对吧？爱安尼练好，安尼理解，袂免伤过俗，嗯，意真见真一分的生命，若用几千万银，若用几千万银要甲人买，拍算伊敢毋想要买的意思，毋想要买，呵呵，对，拍嘿，算伊敢对时间的观念啊，对时间的观念无明，袂晓得时刻的宝贝，所以常常有即款戆、即款戆的代志，但你有非常的损害无利益，无利益。嘿，好，了解这段啊，总算是了解意思啊。明白，好，这段你我敢要来听？解吼。安好，尼，咱嗯，后回这个后剩的回再来继续这个读剩的了了。读了。好啊，好啊，来，我来这段再读一遍，好， 161啊，加哈，嗯，好，嗯，诶，嗯，对啥物记？就是拄则159页上尾，嘿，嘿啊，上尾两纸，即款哦，的好，买物，嘿，哦，哦，对对对，嗯这款的这款的买物对倒落有通俗，这款的买物怎样有通读？现今检菜有人有通加重几角银，总是不知不觉的中间已经切了几分的生命，为着些小的钱银，轻放几分的生命，这款的生命未免伤过俗。见真一分的生命，若用几千万银要甲人买，拍算伊敢对时间的观念无明，未晓得时刻的宝贝，所以常常有迄款嗯我有即款戆的代志，嗯逐日有非常的损害嗯无利益。嗯，好，你到遮。好，袂歹，对，好好160好像记着吼。好，160页的头一段，诶，读到遮，哇，是哦嗯，来，我讲。